後來過來這件是當頭白日，西門町的鬧區有人互掠去。昨下晡2點外，一間 KTV 的頭前，有民眾看到4個人甲一個男子硬壓入去旅館，驚一個趕緊來報警。警察馬上出動，弄破門，掠到8個嫌犯，佫佇現場查到毒品。KTV 頭前，車後座有幾位查甫人行落來，其中一個人叫查理，2支手叫控制，佫直直滾量拍噴。家人掠，佫叫看到民眾莫烏白翕，摔入去頂仔腳行過。叫掠的查甫人想要逃走，毋過走袂離，就大聲喊救命。警察接到通報，遂衝去旅館掠人。來跑！警察弄門，佇咧房間內底掠人，佮看到真濟包毒品，嫌犯叫控制乖乖配合。啊，那被害者是佇咧另外一邊叫警察吹掉。其實很熱鬧，30幾個警察來了，覺得地主過來這邊跳。對啊，3樓吧，剛警察又來，蠻複雜的啦，因為3樓是旅館，他也沒辦法過濾房客啦。代志就發生佇咧昨下晡2點外，台北市西門町新道路的一間旅館。根據了解，嫌犯和被害者敢若是因為10多擺的債務糾紛，共同為大同區延平北路押到西門町的旅館，看到的民眾趕緊打電話報警。經調閱監視影像，鎖定犯嫌躲藏在其他房間內。當場查獲本案的犯嫌8人，並查扣第2級毒品依托米脂及安非他命等證物。當頭白日佇咧西門町街路掠人，互真濟民眾驚到，是毒品或者是金錢糾紛，檢警會繼續調查到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